位馬迷朋友大家好，嚟緊係6月22號嘅沙田日賽，一連11場戰況激烈，有新鮮滾熱辣嘅4班短途亂戰，又有級制賽事馬力大賽，仲有1800、2000米戰線考馬匹耐力。白切雞一如以往，認真分析，逐場揀馬，等你馬場上舉手不回，中晒你話事。第一場第4班草地1000米，4號紅桃新星連場兩段快段，布文柏蔡約翰走勢凌厲，2號穿雲達月由梁家俊操刀，上將兩段末段兼備，值得一搏。3號精彩進將腳法爽勁，有爆冷潛力，11號嘉英駿馬評分穩定，起碼跑入前列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2000米，3號暴風雷由潘頓主。前仗評分飆升，可望助順。1號客家之光艾少禮上陣，數據穩中向好。7號紅黃繽紛兩段快腳，加上內檔利追。5號永盛金區評分漸升，末段有力突圍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0米，2號老班精神潘頓柏丁冠豪，兩場皆做兩段，爆發力強。5號金創福威兩段紅字，楊明倫亞陣潛力足。9號幸運愉快初出已有兩段腳法，可作伏兵。14號線路光華連場紅段，末段凌厲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6米，13號海船幸運數據穩步上揚，由黃寶尼減磅出擊，大有機會。4號火焰閃爍潘頓主，兩段快腳細空。12號神居武士巴道柏蔡約翰。近仗兩段快段發揮出色，3號其次標示穩中有進，直博之選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6號常常發財數據高企，楊明倫主一觸即發，2號火悟空兩段快腳，新鮮感足。4號遨遊波士末段凌厲，梁家俊柏羅富全，8號龍奧凌羅同樣見紅段，走勢不可忽視。第6場級制賽草地1004米，5號手機標霸連場紅段，艾少禮出擊爭勝，6號包裝天章兩段快段兼潘明輝駕駛，贏馬有望。4號越進歡欣末段見勁，巴道柏羅富全具默契，1號永遠美麗潘頓上陣，穩中求勝。第7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6號一定超3場皆見兩段，霍宏星操刀勢不可擋。9號天鳳貓潘明輝上陣，末段腳法搶眼。12號風拔穩步上升，早段亦快。5號時尚歡欣周俊樂減磅出擊，可守可攻。第8場級制賽草地1800米，8號和平波連場做出快段，爆炸力十足。4號安請潘頓壓陣，表現穩健。3號美麗同享兩段快腳出擊，嗌到拿不可忽視。7號8號飛驅布文柏呂健威，數據充足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4號何好運兩場兩段紅字，潘頓上陣信心足。13號寶駿兩場兩段，連續表現優異。3號運高八斗亦見兩段快段，艾少禮有冷門機會。1號魅力寶區數據持續上升，可爭頭馬。第10場第3班草地1006米，9號鐵金剛連場見紅段，由嗌到拿策騎，穩中帶勇。10號龍城精張希威森亞陣，數據頂班。8號閃光燈三段皆快腳，潘頓出擊。2號銀進兩段快段兼末段佳，可與人爭鋒。第11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12號紫荊拼搏三段皆紅，潘頓主火力猛。9號綠野飛馳評分高企，兩段快段具威脅。7號南區之星亦做兩段快段，實力非凡。6號一定超載二末段爆發力，可挾勢而來。